大乡亲啊，你知影无？讲一年当伫台北市区人碰见的现金就高达5000万，另外佫有5万外件物品来维持。其中大安区、中山区甲信义区是上侪人碰见物件的地区。也毋过唔免担心啦，根据着台北市警察局的统计，将近8成拢找到原主人。最多200吧，最多2000吧，都是零钱比较多啦，零钱放在口袋。大家期间拢有捺过钱的经验，不过捺伫台北市街路的钱，恐惊互你想袂到。台北市民1年遗失的现金就高达5000万元，最常掉钱的地方就是像这样的商圈。要有981运站公车学校，这嘛是民众时常捺背包甲钱的所在。以台北市警方收理情形来看，一年有5万几件物品伫台北市碰见去，信义区、中山区、大安区上济，除了有现金证件，也有手机啊。手机有啊，那一定常掉的。真的常掉？对，掉过几只2只。也有捺伫集运的悠悠卡，一年有6万张，存的钱加起来有500几万。他一般就会，他可以到派出所，那或者是他可以在我们的网络上，在这个遗失物系统。所以讲，将近8成会使找到，要过民众老早较贵重的物件，一定要真细致。